咁所以今年如果真係講緊穩陣入到八大呢，我相信要5科21分或以上。大家好，我係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副校長。同我最緊要係知己知彼，首先知道自己嘅興趣、能力同埋將來升學嘅一啲夢想，以及係就業嘅一啲方向。咁同時間咧，要知悉個形勢，知道今年咧嗰個報名人數啦，同埋呢個考 DSE 人數咧，其實都多咗嘅。咁按照去年嘅收生一個分數個調整咯。咁所以今年如果真係講緊穩陣入到八大呢，我相信要5科21分或以上。18至到20分嘅同學呢，我哋叫做邊緣分數嘅同學，其實佢哋都有機會咧可以入到八大嘅課程，不過要符合幾個唔同嘅因素咯。如果呢啲同學咧 DSE 嘅分數咧某一啲科目係特別高，而呢啲科目個科目比重亦都係成得較為大嘅話咧，其實都有機會入到嘅。另一個因素就係視乎佢哋面試嘅表現啦。如果面試嘅分數都係高嘅話，或者理想嘅話咧，其實都有機會可以入到嘅。不過呢啲同學咧，我哋提議就係當佢選擇嘅時候咧，就唔好全部嘅 Band A 選擇都係屬於一啲如 UGC 嘅課程咯。最好有一啲例如自資嘅課程或者 SSSDP 嘅課程咧，就會較為穩陣一啲。各位同學嚟緊放榜嘅時候咧，希望大家可以攞到心儀嘅成績，並且揾到自己將來嘅升學方向。只要你唔放棄，其實香港總有一個地方可以俾你繼續升學嘅。大家好，我係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葉偉文副校長。首先要為自己放榜嗰一日去做一個準備啦。咁我哋通常都會教導同學仔，佢要為自己嘅成績去做3個估算。第一個估算就係期望以上嘅。第二個就係同合乎佢期望嘅，第三個就係可能期望以下嘅。咁喺呢3個估算裏邊啦，咁同學仔都要諗下佢自己，譬如話喺期望之上嘅成績，其實佢自己點樣去安排佢自己嘅課程嘅選擇啦。若果合乎佢自己期望嘅，咁佢自己又點樣去部署？可能會唔會有一啲嘅課程嘅調動？但係若果係話真係低過佢自己預期，或者真係未必達到一啲升讀大學嘅一啲課程嘅入學條件咧，咁同學可能就要有自己咧第二個 Plan B， 可能佢就要揾定一啲高級文憑、副學士、應用教育文憑相關嘅課程咧，去做定一啲咧一啲嘅安排。除此之外啦，同學係要去睇返自己，其實喺呢段時間有冇收到一啲院校所提供一啲嘅有條件取錄嘅資料啦，或者咧其實個院校有冇話要佢哋提交一啲相關嘅資訊。咁若果係咁咧，同學可以將呢啲資料咧做好一個嘅整理，然之後跟住咧到放榜嗰一日咧，其實同學就可以咧就唔需要咁彷徨。咁我都希望同學仔都要調節自己嘅心情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其實同學比較緊張或者係比較擔心。同學仔咧都，若果你做好個準備，其實都可以咧針對住自己唔同嘅成績去安排嘅時候咧，只要你唔放棄，其實香港總有一個地方可以俾你繼續升學嘅。咁所謂博嘅課程呢，就係講緊佢嘅分數達到去年嗰個下3/4數，或者距離下3/4數呢，有一個合理嘅距離。大家好，我係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副校長。我諗放榜之後咧，同學個選擇咧就要好實際嘅。咁首先要留意翻一啲改選嘅安排啦。同學只能夠咧喺20個選擇裏面咧有5個課程嘅不同，並且位置可以任調嘅。同學要留意，最好喺 Band A 裏面咧有一個 offer。咁所以喺 A3嘅選擇上邊咧要較為穩陣一啲。咁但係同時間咧喺 A1 同 A2咧都可以揀一啲自己心儀但係需要搏少少嘅課程咯。咁所謂搏嘅課程咧，就係講緊佢嘅分數達到去年嗰個下3/4數，或者距離下3/4數咧有一個合理嘅距離。咁另外所謂穩陣嘅課程咧，就係個同學嘅分數達到嗰個課程去年嘅中位數，並且係多大約5至10%。其
其實聯招以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自資學位或者一啲副學位嘅課程咧，供同學去選擇嘅。咁我諗首先佢哋要了解自己是否達到佢哋嘅一啲最低入學要求啦。例如入一啲學士學位咧，同學係需要中文、英文攞到3或以上嘅成績，再加埋數學攞2，以及係公民及社會發展科達標。咁副學位嘅最低要求咧就係5個2包中英文或以上嘅成績啦。咁呢個第一。第二個就係同學要留意個課程嘅一啲銜接啦、專業資格啦，以及係課程嘅內容。我諗最好就係符合自己嘅興趣同埋將來就業嘅目標咯。各位同學嚟緊放榜嘅時候咧，希望大家可以攞到心儀嘅成績，並且揾到自己將來嘅升學方向。